佛教本來並非宗教，而係一種以哲學同儒家為核心嘅思想體系。今日我哋就揭示佛教如何被宗教同政治包裝掩蓋咗佢原初嘅樣貌。佛陀最初係一位儒家修行者，參與當時印度廣泛存在嘅沙門修行運動。佢所教導嘅四念處與八正道都係具體嘅身心訓練技巧，目的係於實踐與驗證，而非信仰或崇拜。佛教逐漸從儒家哲學轉型為制度化宗教，始於阿育王時代。當時建立嘅僧團與戒律系統，讓佛教成為治理工具之一，首次顯露宗教化與政治化跡象。佛教與婆羅門教，後來嘅印度教，在概念、技術、儀式等方面持續交流與融合，導致佛教逐步沾染咗宗教色彩，但核心嘅儒家與哲學特質依舊未失。佛教在歷史過程中逐漸被包裹上宗教嘅外衣，例如信仰淨土、佛性本具等概念，以及大量嘅儀式與社群制度。呢啲後續添加嘅元素，最終係被政治與民族主義加以利用。撇除宗教外衣後，我哋見到佛教嘅核心始終係身心調癒嘅儒家技術，透過觀察內心、調整身體，達到正悟嘅境界。呢啲技術同哲學理論超越了宗教個信仰形式。佛教從根本上缺乏傳統宗教必備嘅神格崇拜，它更強調自我實踐、經驗驗證同個人解脫。所有嘅宗教元素皆為後期社會同政治需求而添加。所謂宗教佛教，實乃歷史與政治嘅產物，而非佛教嘅真實面貌。回歸佛陀原意，我哋見到係一套哲學與儒家嘅修行法。佛教本質係儒家哲學，而非宗教。我哋應摒除宗教與政治對佛教嘅曲解，重新純粹地理解佛陀教誨嘅核心，一種關於人類自我解脫與覺悟嘅身心實踐。